你说我这大姨妈怎么还住上了呢？哎呀，这大姨妈总是该来的时候不来，不该来的时候肯定来。你找打架是不是？你这成天为了戚民风处心积虑的，没个打架的，回头该抑郁了。我东老师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，就一戚民风我就能抑郁了。你们办公室还挺温馨的，是吧？有温馨的感觉好啊，这样才能够让你放松心情，打开心扉呀。哎，可不，从我第一眼看见你，我就知道你的心里有太多秘密，而且你从来都不肯跟别人分享。是吗？我没有秘密。你有。神圣的时刻就要到了，不要紧张，不要害怕。